兄弟平安，请咱备办心，今仔日的礼拜，请走乐。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落你，我枵活地的时要安尼学落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我的心神要把足，亲像只骨髓油腻，我也要用欢喜的嘴唇学落你。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33首。天顶阿爸真正慈悲啊，请咱起立吟全首。咱用四道圣经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雷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把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
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考验文第56篇。考验文56篇，我来考，你来应。创世以前就有道，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上帝通过伊来创造万物。一切所做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伊内面有活命，这个活命是人类的光。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黑暗毋捌赢过光。伊伫世间，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伊来到家己的所在，家己的人无接纳伊。也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伊使因有权，成做上帝的囝儿。伊毋是对血统，是对肉肉。嘛毋是对查甫人的意念，是对上帝生的。道真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一的囝才有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恩上加恩，赐福予咱大家。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恩典甲真理是通过耶稣基督来的。无人捌看见上帝，只有被心怀中独一的囝有甲伊显示出来。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找耶稣来到这个世间，通过主耶稣甲上帝的亲子互动，互阮会当来学习安怎来建立亲子关系的良好。主啊，阮伫遮嘛感谢你，捌伫这个世间，诚做囝儿甲老爸做伙做工，尽做囝儿的孝道。阮感谢你留即个好的模范互阮。阮嘛要尽阮的本分，尽儿女的责任，爱怎样来尽孝心。今仔日是父亲节，阮用感恩的心来感谢阮的老爸，也恳求天父上帝会当赐福恩典伫达位老爸的身躯顶，互因有健康，互因有快乐。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第一点，本主日是父亲节主日，咱祝全体爸爸节快乐。咱伫本会会赠送每一位爸爸礼物一份来表达咱的敬意。父亲节活动咱有得奖的，咱请看影片。以上，嘿。
爸爸节主日吼，感谢主，咱也先有透过互咱的爸爸吼，甲囡仔吼，会当斗阵耍吼。有着奖的吼，伫办公室吼会来领奖吼。咱下早起咱有要送互咱所有的爸爸吼，我若一个礼物吼，咱请咱的迄个结婚了的吼，所有的这兄弟拢徛起来好无？吼，请咱的中集吼来分一个教会吼爸爸节礼物千年礼见吼，千年礼见总是会当互咱伫爸爸节吼上帝祝福到伫咱吼。好，咱拍幕吼，享用咱的爸爸节吼，所有的爸爸辛苦啦，祝恁爸爸节快乐。好，咱再继续报告。第二点，小会公告，咱本土的疫情，咱犹原爱遵守政府的规定防疫措施来敬拜。咱伫厝嘛会当用 YouTube 来收看主日的直播。第三点，中执会公告，2022年有讲幼儿园的董事会1/3的董事改选结果如下：金清升6，于海平连任，陈木英新任，张公成新任。敬请兄弟为着邮国幼儿园专题的董事甲老师来代祷。第四点，本会改伫10月9号礼拜日下晡要举办庆祝70周年的证婚重缔婚约的感恩礼拜，欢迎未报名的，咱会当继续来报名，愿主祝福。第二点，具体消息。第一点，本会出身的田少瑜传道伫本主日就任嘉义中会生涯教会传道书，真恭喜。第二点，上述第一小点，伊爱明长老公于所宝兄弟弟8月2号蒙主文调安息主怀定伫8月11号的上午11点，要伫殡仪馆举行6关火化甲告别礼拜，了后要安葬伫元亨寺。第二，本会陈金叶金妹美仪执事的宝宝伫8月3号的凌晨蒙主文调安息主怀，咱要定伫8月13上午的6点半伫家己的厝举行6关礼拜，7点半伫市立殡仪馆要举行火化礼拜，10点要伫教会主堂举行告别礼拜，中昼要伫节点永生园举行安葬的礼拜，敬请上座会交上座会费。以上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弟会当为着遗族来代祷。第三点，儿童牧区的消息。第一小点，咱主日学的老师欢迎对儿童事工有负担的兄弟姊妹当实体传道来报名。第二小点，有报名参加伫8月9号到8月12号暑假的儿童营会的儿童，咱地点伫敬拜中心，敬请爱准时来参加。第四小点，咱合作社假使也有需要的社员，也有意愿要贷款的，咱会当合作社来洽询办理。以上，即是咱来供读圣经。圣经第一位的记载伫马拉基书的第4章第5节到第6节。看啊，耶和华大过堂囝的日未到的大声，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面遐，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要活转伊的老爸，免得我来咒插即个地。第二位，咱圣经记载伫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1节。做囝儿的，恁踮伫主
着顺探你的父母，因为这是应该的。以上。下面的时间，咱学青木区有一个献诗的影片。跟你一起，我想该值得庆幸。保护是天生的利器，忘记提醒，还有那些你教我的。昨天你给了我，今天我照顾你。跟你一起，我想应该值得庆幸。保护是天生的利器，忘记提醒，还有那些你教我的。昨天你给了我，今天我照顾你。记得你不善言辞的给我许多鼓励，记得我总是发了不该发的牛脾气。我可以放弃一切，也能不放弃，你都是最后原因。记得我看着你的背影偷偷说感激，记得你总是为了小小事情而担心。若有天你开始模糊了记忆，你只要记得，记得我爱你。问你，爱你，别到最后才觉可惜。付出不是天经地义，所以等你，直到你白发在飘逸。今天我要珍惜，明天还要继续。记得你不善言辞的给我许多鼓励，记得我总是发了不该发的牛脾气。我可以放弃一切，也能不放弃，你都是最后原因。记得我看着你的背影偷偷说感激，记得你总是为了小小事情而担心。若有天你开始模糊了记忆，你只要记得，记得我爱你。记得你不善言辞的给我许多鼓励，记得我总是发了不该发的牛脾气。我可以放弃一切，也能不放弃，你都是最后原因。记得我看着你的背影偷偷说感激，记得你总是为了小小事情而担心。若有天你开始模糊了记忆，你只要记得，记得我爱你。你只要记得，只要记得。
而乐咱请妇女献歌队。讲到基督的心决定，老爸请牧师。谢谢大家平安。今日是咱2022年父亲节的主日，咱同齐吼来天顶阿爸，还是咱已经倒转去天顶阿爸，还是地面上阿爸讲，爸爸节快乐！感谢主吼，咱伫即个爸爸节主日，牧师读8律记4章50到6节，佮幼数6章1节，其实23节也是应该就是咱爱孝敬父母，互咱得到福气，伫世间长岁寿，因为这是第一条加应允的诫命。今日是爸爸节哈，有人讲做爸爸吼真可怜啊，现在可怜呢，因为讲叫你爱付清吼啊，付清甲付清同款啦，钱拢爱甲你付清吼。囝婿吼叫你岳父吼，逐个月拢爱付吼，岳父吼。有人叫你继父吼，可能为人搁后来搁做毋是家己亲生的老爸，叫做
继父意思讲逐规拢爱负不管如何啊，这是拢是开玩笑话，毋过因为有爸爸，每一个家庭拢有无同款的幸福。爸爸会通讲是伫世界上上界疼囝儿的之一毋是敢若爸爸咱有得到真侪疼，但是爸爸的疼是真要紧的疼我相信足侪到伫咱安静落来时，咱也去回想到咱足细汉的时咱甲爸爸斗阵耍的时阵有一个描写讲有啥物人愿意互你做马骑这爸爸拢互马囡仔骑马骑甲足欢喜。啥物人暗时还阁要伫迄个车牌骹来听候你？啥物人愿意你为着你日暝拢伫外口咧奔波？这就是爸爸。爸爸一面教囝讲爱较谦的爱较节省的，但是伊嘛足惊你无钱通开。伊上面有时会责备你做毋到代志，但是伊责备了，伊的心嘛是受责备，感觉真艰苦，惊了讲对你伤歹。老爸真少囡仔学乐甲夸奖，但是其实伊毋是无，伊心内有时为了囝儿嘛感觉真骄傲。老爸有时无愿意囡仔特别查某囡仔足紧就谈恋爱但是其实伊足爱伊未来有一个比伊更较幸福的家庭。这就是爸爸。所以讲，世界上上界孤单的人是爸爸，上歹了解也是爸爸，上经历丰富的也是爸爸，上少互人学乐的也是爸爸。伫这个爸爸节，互咱搁一遍来关心咱的爸爸。有一个兄弟，伊咧描写伊家己做一个爸爸的心情。伊讲，爸爸的心就是永远放袂落的手。这个爸爸因为伊有一个囡仔是自闭症，伊安尼描写，伊讲对囡仔发展一般咱咧讲来用中文是讲，一看二听三额头四丁五粒六冰心七坐八爬九发牙十年多坐才徛在这个是中文一视二听三抬头，四卧五抓六翻身，七坐八爬九发牙，十呢周岁独站稳。这是一个囡仔正常，所以囡仔若会当安尼正常发展做爸爸妈妈就已经心中就充满感谢、感谢、搁感谢。这个爸爸咧描写讲，伊有一个查某囝，搁细汉的时困眠拢交了的，有时暗时拢袂困的，就爱陪伊陪到实在是无陪伊你无甲好甲笑会去插到厝边，会使讲有时母开面毋知当时这个囡仔敢会当好好困，但是去听到迄个囡仔有一点哄的声音的时阵伊感觉讲这是世间上介水的声音世间上介水的声音，因为伊的囡仔已经困去人讲该揽互伊知影疼但是伊即个囡仔差不多你目睭要甲伊0.1秒安尼交汇都足困难的。毋过豆练习，到尾1秒、2秒，你就感觉迄个心感觉非常的安慰。伊讲伫伊的身躯顶才知影讲什么叫做讲平安健康就是福。
平安健康就是好。当一个囡仔无平安的时吼，你知影是真艰苦的代志。伊总毋望迄个事业会当发生，因为囡仔自闭的一种症头有真侪状况会发生，所以得一直人陪伴，一直人照顾。你知影讲哦，若照顾咱的长辈哦，有一天哦，伊会转去。但是照顾咱的细囝吼，这是一世人的代志可能咱转去，伊也袂转去。伊讲，假使若有一个人行这条路，你无拢想象偌困难。家一个人，若行这条路，要陪伴一个人，实在无法度。所以，伊做爸爸，伊感觉足感谢妈妈，较早有妈妈斗阵陪伴。若无吼，毋知影要过。搁后来搁毋是，搁有其他的兄弟甲姊妹斗陪伴。若无，实在日子毋知影要过。这个爸爸吼，伫这个爸爸节时吼，伊讲咧想，有一天吼，我这查某囝若安尼吼，醒起来的时阵吼，突然叫你一声“爸爸”，伊的目屎这样流落来。这个是爸爸节上介好的礼物，因为伊有一个这款的查某囝，伊嘛爱照顾伊。这就是爸爸的心放袂落的手，所以。咱知做爸爸实在是辛苦无人知。今日咱读的圣经，这个马勒基书特别咧讲，当耶和华大过通囝的日也未到大升，当然这是末日也未到大升哦。上帝找以利亚大升来，其实就是咧讲行洗的约翰，就是咧讲咱的主耶稣基督要来。后来就是到末日要到，老爸的心爱转向囝儿，囝儿的心爱转向老爸，免得这个地受着咒诅。这是一个应允，但是这嘛表示一个真迫切的代志，表示一个真迫切的代志。这段圣经所咧描写就是咧讲。这是真迫切的代志，伊要找见，就是这个代志要到，这代志真迫切的代志，上帝要完成的代志，伊要找伊的囝耶稣基督来救世间，就是要世间老爸心转向囝儿，囝儿的心转向老爸，免得受到咒诅。当然，伫这个所在是咧讲，这无敬畏上帝、以色列百姓应该来转向上帝。还是讲这个上帝百姓的家庭，每一个这个老爸甲囝儿逝世，拢会当真正来敬畏上帝，平平来敬畏上帝。兄弟姊妹，这段圣经其实这个中间甲咱讲的，就是有3种的转向转向。伫这个所在头一个是讲老爸心爱转向囝儿，老爸心爱转向囝儿，做老爸事实上拢一定有咧关心囝儿，诚少讲无咧关心囝儿的。头拄我讲吼，迄囝咧艰苦吼，伊拢放袂落，永远放袂落。伊为了囝肯安尼付出，但是咱今日这个时代，因为时代变迁足大，大家工作非常无闲，有时咱。无像较早，咱会足侪忽略，所以做老爸其实伫真无用的中间吼，嘛得爱拨出时间，要甲囡仔相处的时间，要甲家庭相处的时间，这个是袂使无的时间，这袂当用工作，袂当用无用来借口吼。讲有人一个调查讲吼，足侪爸爸倒来到厝吼，上接讲的3句话就讲吼，哇，我足忝的啦，钱都无够用，若无甲囡仔讲，较忝的啦，莫吵啦，但是袂使，我感谢主，我有时看到咱的教会兄弟破伫脸书爸爸甲厝内人出去佚佗，带囝儿出佗，我甲牧师娘讲，
有够好吼，这就是上好标准的吼。伊别讲做好袂晓戆去吼，咱咧伫后壁定验之士吼，哦，迄囡仔毕业吼，佮甲查某囝去毕业旅行哦，5天呢，爸爸甲查某囝2个人尔呢，妈妈无斗阵呢，要斗阵5天呢，吼，较早咱有毋捌想到，吼，啊，可能安尼，阮查某囝嘛是学讲啊，阮即个查某孙毕业哦，伊嘛斗阵甲伊去3天呢去旅游啊。老爸的心、老母的心哦，爱完好伫囡仔身躯顶，一定爱用心嘛。啊，这是非常要紧的。当然，毋是干那陪因佚佗、陪因耍，最后咱会当，我若会当陪囡仔，为较细汉在陪伊的功课，吼，啊，着陪伊祈祷、陪伊读圣经。咱那个一个家庭的这4共款，互咱这囡仔伫各方面拢会当健康来成长。我想这是。老爸的心真正爱转阮囝儿，但是囝儿的心嘛爱转老爸啊，囝儿的心嘛爱转老爸。吼，咱今日另外读这个圣经讲，恁做囝儿的吼，定爱伫厝内面听趁爸母吼，这是应该啦，这是应该。囝儿袂当讲哦，爸母吼拢迄个安尼放一边哦，吼迄个咱有一首歌讲。嘛是，我都毋捌最近捌听到讲放迄个爸母吼，安怎的？安怎？你讲车啊？拍车恁啊！即句话讲袂出来，拢无咧管你啦，对不对？吼，这实在是不应该，所以囝儿真正爱。孝敬爸母，爱听咱爸母，这是应该啦，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有上帝应允的祝福。所以几啊当前哦，咱这个成年啊吼，甲保龄姐拢当去陪哦陪爸母，直到伊倒转去，我的心感觉讲哦，实在是真非常的感觉这是真有够赞吼，会当陪爸母吼。陪爸母，咱的心就爱因为到这个路尾，就是讲哦，人有时间顾家己，爱钱财，哦，顾趁钱，为陪爸母，忘恩背义，无亲情，这就是即马这末世人的调头。所以咱兄弟姊妹，咱诚做主的囝儿，咱做基督徒，咱的生活的见证吼。要讲信主偌好吼，讲几无久，但是人咧看讲你看起来对恁爸母也无偌友好啊，我都比你较好诶，安尼你就完全破功啊吼！你要讲信耶稣偌好，无人要信。所以咱一定是囝儿的心爱转向老爸，可能较早咱对咱老爸嘛无遐好，所以囝对咱无遐好，所以咱就要悔改咱就爱真正讲，咱应该就爱对士大人爱会顺谈，对士大人爱关心，对士大人爱友好。友好毋是干那讲用钱用物质，其实咱对伊的心嘛真要紧。感谢主，我伫应该是7月底吼，7月2号、26啊，拄啊有2位牧师退休的牧师夫吼。因要出游，中间是一个囝带爸母2个伊讲哦，伊较济岁吼，开车要开无法度，无讲看我会当去无，阮就甲伊去，就开车，吼，迄个过程中间1、2天的时间做伙吼，感觉有一对牧师夫吼，我感觉伊是真有福气啦，真有福气，3个后生吼，一个做牧师。做牧师的时间较好调整，所以讲固定到1个月吼，会有1届时间陪伊开车载，但是爸经济较好，所以伊就买车互伊开，你就载。第2后生做气科医生哦，迄个因为较几啊间较会趁钱哦，伊讲爸母实在我吼真正这工作足无用的。
但是伊所有的开销就伊付啊，吼，这个大汉的陪伊啦，吼，所以伊就迄个牧师咧讲笑讲哦，吼，阮这实在乖儿子，伊拢哦，逐个月拢真正甲安排吼，适合阮的行程，互阮有一个机会，莫讲定关伫厝的。这第二个吼，只有句吼，因为伊都较会趁钱，所以吼，经济就拢伊的供应，吼，讲你才真有福气。兄弟姊妹，咱袂当讲拢是讲我会当互你偌济钱，是啥嘛？囡仔嘛有囡仔会困难，有伊的重担，但是咱一定要有迄个心，吼，咱会主动倒来陪是大人食饭啦，有时斗阵吼，有一个拄好的时间吼，咱嘛会当出去行行，对是大人是非常的期待，所以这做囝儿是事，就爱会当了解，吼，所以囝儿的心嘛爱转向老爸啊，安尼咱这家庭就恢复关系就好，人就足好的就对。就是享受那个地面上的天堂同款，咱嘛要去天顶哦，伫地面上啊都享受袂到啊，天顶哦，唔知影，可能你就会安尼想啊。但是你啊伫地面上，伫地里那像伫天里，伫地里那像伫天里，伫地里真正这个家庭哦，囝儿是说，大家非常的好好三听，付诸祝福哦，兄弟姊妹好好，大家当做伙，这是何等的福气。但是这个基础，当然就是上爱要紧的，就是我那个一个转向，就是咱爱转向咱的天顶的阿爸。咱会当转向咱天顶的阿爸，咱会当敬畏，咱就会当尊敬伊的教示，咱就会当知影讲咱应该就爱听咱的事实，咱就应该就爱关心咱的士大人。所以这个转向是三个方向的，咱会当转向上帝。老爸的心就会当转向囝儿，囝儿的心就会当转向老爸，咱会当领受到迄个上帝要予咱的祝福。兄弟姊妹，咱知影咱人哦为少年到老有一个成长的理论讲，人大概有7个阶段啦吼，有红眼的时阵，有幼稚的时阵，有这个青少年的时阵，后来有到这个咧耍的时阵，后来到读册的时阵，到青少年的时阵，到大人的时阵，甚至搁较中年的时阵，到要老年的时阵，伫这个无同款的时期中间哦，无同款的需要。你伫幼儿甲红眼这段期间上重要，就是要成长，所以要有好的保护伊安全。后来囡仔到耍的期的时阵，囡仔一段期间就是爱耍，耍的就要有耍的同伴，迄个时阵咱就是爱做伴，所以陪囡仔耍嘛足重要，陪囡仔耍嘛足重要。感谢主，咱的教会有足侪遮的少年的爸爸拢尽量陪囡仔耍我讲真好但是我若爱抽出点仔时间会当招这个长辈斗阵耍。毋是恁甲囡仔耍尔要去露营，一半间啊，若拄好的嘛是大人嘛是会使去露营，嘛体验一下，甲囡仔做伙耍嘛是足好耍的因为阿公阿嬷就足爱甲孙做伙有做伙，迄感觉非常好到你读册的时囡仔当然面对压力的挑战，做父母爱较侪鼓励，特别阿公鼓励。该学乐，该鼓励过来甲青少年就是咧发挥咧成长咱做教练，为做父母爱做教练互伊会当发挥伊的专长但是若较大你着爱改变咱的身份咱着变做甲伊了淡薄提醒有时着互伊若行歪的了搁行转来，毋通行伫迄个歪出的道路。过来，其实就是咱甲伊会当三角行，三角行这个周信作牧师捌伫伊咧写的短文章中间伊讲伊足爱三个迄个两代同行的画面就是讲
老爸走伫迄个囝的头前吼，老爸伫头前咧行吼，咧走囡仔咧缀吼，安尼就是吼，爸甲囝拢有安全感吼。啊，老爸甲囝吼，两个做伙行吼，哦，足足欢喜，两个安尼并肩安尼行吼，斗阵行，安尼有喜乐，足大喜乐。啊，老囝走伫老爸老面头前吼，老爸毋但有安全感，有喜乐感吼，伊讲双方拢有满足感吼。啊，这就是咧享受讲吼，不管伫你伫头前，你伫后壁，还是做伙吼，还是安怎，就是有斗阵啦，有斗阵。这个爸囝的斗阵，所以今日已经进入吼高龄化的社会，咱今日真正。咱超过65岁人吼，可能已经到20%吼，已经到20%。咱为的是大人倒转去有人还袂吼，有人甲爸母大，有人无甲爸母大。照这个调查吼，甲爸母做伙大的吼，其实占真少，大概这个时代变化，有诶拢住伫无共关系爸母伫庄口，有时咱转来到市内，有诶有做伙做，有诶无做伙做，甚至甲共一个都市你住即区，伊住迄区吼，就是讲有诶住无共关系，有诶共关系嘛无住共区共区嘛无斗阵大这就是即马这时代足普遍诶，咱嘛都即种。有一个发言讲，另外是讲，超有70%的做囝儿的对父母上大的这个担心是啥物呢？担心因的健康，担心因的健康大家拢担心父母的健康的状态过来就是讲担心讲父母家己大，嘛会平安会好势无有的人嘛担心讲甲爸母迄个沟通免较好势当有人讲免甲爸母补充营养免互爸甲母迄个伫社会生活较丰富为了烦恼是讲这爸母拢毋出去免会当有时会肯出去为了咱长辈迄个观念诚侪种。身躯无好势，还是讲身色无好看，即马较瘦，啥物拢一个心无法拢盘过所以地高咱有样关伫厝内我之前甲一个98.5岁的阿嬷做伙食饭我实在是足钦佩伊。98.5岁是10岁伊坐轮椅伊住伫迄个市区因为阮本来做伙要食饭讲因为惊即马拄有即个确诊袂当无讲要来阮兜买物件来阮兜伊嘛来其实阮甲伊见过几摆面，也毋是讲足熟，因囝是有较熟伊那个一个风俗共款，伊足有自信，伊就爱化妆水水伊就是无咧讲我进98.5岁我就要关在厝内，伊就肯安尼去走，无怪伊会遐长岁寿。各位，咱毋通关伫厝内，咱若甲食老关伫厝内你就真凄惨嘛。咱教会有即个长照实在就是爱互逐个人出来活动，毋通关伫厝内，因为你若无咧叮当，无咧刺激无咧接触无新的代志。伊甲阮无啥熟悉，听阮讲话听嘛讲有即个人，伊咧讲即个代志，好伊点伫遐食，就食。98、5岁，我即本来食我比较济，无怪伊身躯遐用，会食，佫会叮当，佫会当行出去，这就是一个足健康的人，咱。做咱的长辈爸爸咱袂使定困在厝内佫发现讲大部分家庭需要资源今仔即摆人足无用除了有请这个看护甲你照顾有时还是甲你陪伴
作细阵这社会有社会资源吼，这嘛家属服务员，咱会当运用社会资源吼，会当甲这咱即摆社会福利是愈来愈好啊吼，对长辈嘛愈来愈照顾，有足侪资源会当帮助咱吼，伫咱无用的中间帮助咱。所以不管如何，真要紧的就是讲，咱免来孝敬咱的父母互咱的父母到年老的时吼，会当生活的品质会当较好互咱甲伊的关系会非常好。所以伫专家一般就提醒咱吼，伊感觉讲有3点吼，对咱不管足侪岁咱嘛有时甲许大人斗阵的，要甲许大人斗阵是无容易的代志就是温暖的陪伴，互伊感觉伊受重视迄是非常要紧的非常要紧的。许大人有时是爱理解伊做伙，伊就感觉心就足欢喜这个陪伴是真要紧为了长辈当然无啥学新的物件，免强迫，但是你的陪伴是非常要紧的你若有甲伊陪伴，你甲伊建立好的关系，有时你甲伊沟通就较有沟通，有诶到有诶啦嘛毋知讲伊即马是袂使譬如讲伊要搬东呢有时你着爱先讲爸你若要做这个代志，母你要做这个代志的时你讲一个阮就够，讲一个阮够你毋通规是家己用，你着去想着你若关系无好你要甲伊讲一个代志，可能着冤家但是若关系若好，你讲伊较听会落。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咱要甲咱的长辈来相处搁咱要甲长辈相处，随上嘛要有一个界限啦。安尼一大人嘛要有一个了解嘛要去体贴囡仔有时囡仔这无闲2礼拜无咧甲你斗阵食饭，你也免讲怪讲我嘛咧无闲3岁迄有时都无闲袂要紧袂要紧有一个迄个社工的专家，伊讲伊家己伊讲伊无兄弟姊妹，所以伊甲伊的迄个老母做伙迄着爱诚好的结连诚好的结连，因就是无做伙，因平时用即嘛用这个奶，互相会当通尽量2礼拜着斗阵去食饭，还是去外口行一下安尼保持迄个关系，保持迄个关系所以拢带做伙伤多的互动，可能嘛是会带来真侪无好，但是咱免会当拄好的斗阵这是咱今日这个时代咱应该爱求上帝帮助咱的。以这个爸爸节牧师搁一遍感谢咱所有的做爸爸的欢喜，会当若像天顶的阿爸同款，对囝儿拢会当永远疼惜，无放离。但是咱所有做囝儿的，咱嘛得爱关心咱的士大人，就是到老的时，咱不管如何，就是爱陪伴，会当来关心咱会当互生咱的欢喜养咱的快乐，互咱会当所有的爸爸咱会当真正透过这个好的关系，会当互上帝伊要祝福到伫咱的子孙孙。当咱老爸的心转向囝儿，囝儿的心就会转向老爸。当囝儿的心转向老爸的时阵，我相信你搁落去的囝儿的心也会当转向老爸。一代续接一代，会当透过即款的好的亲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互上帝的祝福临到伫咱。当咱的家庭一代一代望是祝福，咱的家庭得到祝福，就是教会得到祝福，就是上帝的国度会当得到祝福，会当得到开阔。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真正真做蒙福的人，有蒙福的家庭。
咱也诚说友好的人，咱会当互上帝迄个讲英文的界面，会当临到伫咱，咱三角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伫即个爸节的主日，互阮会当来透过你的话语，互阮知影，做老爸的心爱专门囝儿，爱关心囝儿，爱有时间来陪伴囝儿。互囝儿的心会当转老爸，伫老爸伫年老的时，会当好的陪伴、好的照顾、好的关系，递到这个家庭的福气，毋是一代会当一代续接一代。透过有蒙福的家庭来去做健康的教会、永壮的教会，来扩大上帝的国度。主啊，感谢你将这个界面赏赐予阮。就是爱孝敬父母，这是教英文的界面，互阮无论阮年岁偌大，阮的时大人阿弟的，阮应该尽阮的本分来陪伴、来照顾、来友好，互时大人来得到好的照顾，互因伫年老的时，心得到欢喜，得到快乐，得到满足。主感谢你，将即款的恩典福气赏赐阮每一个家庭。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回应诗450首，恳求上帝施阮祝福，请咱起立吟全首。上帝是阮祝福，我有一个安乐，是我是谁心主基督来给撒定。
现在咱永远徛伫咱来祈祷，请咱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假使老爸的心无转向囝儿，咱就要来转向。咱转向就是爱来改变，爱来悔改。囝儿的心无转向老爸，咱嘛是爱改变。求圣神帮助咱，互咱开始来改变，互咱会当恢复一贯好的关系，缔造上帝的福气，到伫咱的囝囝孙孙。第二，咱也为着伫咱台湾伫这礼拜有中国真侪只的军事演习威胁台湾，求主保守咱平安，求主保守两方会当节制，求主保守美中台关系会当改善。咱献上祈祷，咱也为着这个疫情也祈祷，咱为着软弱的肢体也祈祷，也为着咱中间有拄着死失的海平顶路的爸爸安息，咱也为着这个家庭祈祷，为着村中所，就是金苗这蒙主文调，为着家族来祈祷。也这咱有什么款的祈祷，带来到主的面前，请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出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爸爸节的主日，主啊，阮搁一遍来领受你的话语，对阮的心讲话。主啊，阮做老爸的心转向囝儿，囝儿的心转向老爸。主啊，阮会当转向你，当阮会当转向你，阮就会当转向囝儿，阮会当转向老爸。主啊，透过这个关系恢复，互上帝你的祝福到伫阮，到伫阮的囝囝孙孙。主啊，帮助阮，有时阮的限制，缔到阮破坏这个关系。主啊，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求你免搁一遍用你的圣神帮助阮，来恢复阮，互阮有迄个信心，互阮有迄个勇气，互阮有迄个智慧，互阮来恢复一切这个美好的关系。虽然说阮为着主啊，伫最近所因的佩洛西来台湾访问，引起中国的反应，有足多这个军事的演习等这个飞弹来要威胁，求你保守台湾的民心，保守台湾的政府，拢有好的引领。主啊，互阮伫这个所在徛起有平安。主啊，阮要为着这个所在求平安。主啊，这个所在若得了平安，主啊，这个所在就会当有好的发展。主啊，这个所在就有主你所定着的明灯要来成就。主啊，求你保守阮台湾，甲阮台湾同在。主，阮将阮所有的这软弱的肢体仰望你，求你看顾。主啊，特别阮中间为着海平长老的爸爸安息，求你安慰遗族。也安慰村中所伊的遗族，拢会当伫忧伤的中间有圣神的安慰，互因会当伫了解一切这个丧事的时，拢会当有主的同在，一切顺利。后这个家庭虽然许多人离开去，也搁耶和华上帝永远做因的爸，做因的上帝，互因会当得到安慰，得到徛在继续来跑走。主，你爱阮跑走这个世间的道路。主啊，将遐的姊妹拢仰望你，求你看顾阮，伫疫情中保护阮平安，保护阮健康，保护阮一切所做拢顺遂。主啊，阮祈祷伫你的面前，愿你感纳，愿你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接受受奉献。
我的情爱你情，我的在情。最起久，亲爱的主，当你伫十字架顶流血的时阵，你献上你家己的性命，你向阮显现这奉献的意义。主啊，也愿你会当互阮会知影伫圣工的路用，互阮会当加添气力伫你的圣工会当继续跑走。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阿门。祝福车肯390首。当恁通平安去，互老爸的心转向囝儿，囝儿的心转向老爸，互恁领受天顶阿爸爸上帝的祝福，若到恁的全家一代煞接一代。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月岛闭会。